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为美克拉美设计的纯情和惹火，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到纯情惹火发布会。今天既是纯情惹火的发布会，也是我们美克拉美的年会。在过去的1年里，我们和池氏集团合作，取得了重大的战略成果。我们和池氏集团联合开发了纯情惹火的新品。那么今天我们美克拉美还为池氏集团的总裁池墨先生准备了一款特殊定制的戒指。这枚戒指是由池氏祖传的陨石对戒改造而来。有请池墨先生。众所周知，这枚戒指是我花了5000万拍回来的，而另外一枚是聪明在路边捡到的破烂石头。这2颗戒指看上去天壤之别，就好像我跟某人一样，但实际上，它们的材质是相同的。不管身份上有多大的悬殊，命中注定，他们2个是一对。早在3000多年前，这2枚戒指就已经降落在这个地球上了，之后的时间基本上没有分开过。所以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想把这枚戒指送给郝聪明小姐。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做这2枚戒指的主人，不管到了什么时候，都能像这2枚戒指一样，彼此守护，永远不要分开。宝珠，你来送我啊？听说你要回老家啊？对，是。那我和你一起去吧。啊什么？正好我也想旅游散散心。虽然你邋遢、世俗、好品味，个子不够高，长得不够帅，也没有我有钱，但也勉强算是一个合格的旅伴吧。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池大爷，这一套怎么样？这套还不错。哎，你转个身我看一下。如果那个腰身能够再收一点的话，就更完美了。池墨，我已经换了10套婚纱了，你要不要那么挑剔啊？结婚是大事，您是我的新娘，当然要尽善尽美了。喂？怎么会啊？我跟你说，你不要听韩毅的，他说的那些东西都没谱。跟你的前未婚夫打电话，还需要避着我啊？怎么走路都没有声音的？其实呢，我是在给你的前女友打电话，要不要来听呢？郑宝珠啊，他现在不会为难你了吧？当然不会了，他现在跟唐花小2口恩恩爱爱，生活美满，哪有空为难我？对了，听说他要跟唐花回老家见父母了，可能是好事将近吧。那我呢？你什么时候带我回家见父母？我们老家的规矩可是很多的。首先呢，你是小小。喂，
你都快嫁给我了，怎么还想着那家伙？你不是宋小小，干嘛用宋小小的表情啊？开启宋小小模式。好笨蛋！哎，你怎么会知道他给我起的外号啊？天王盖地虎。迟暮郑小小。哎，虽然反了，但是你怎么会知道的啊？你猜了？好笨蛋！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抬你头了，好不好？夏天应该不会遥远，秋天的风潮伴随落叶，冬天我单薄的鞋。聪明啊，看什么呢？走了。可以比想象中甜美，我们在季节里拼命地追，今天就是这样。走。这一大早是谁啊？喂？什么？二位大哥，你们让我进去，我要见迟墨。对不起，上面有交代，除了医护人员之外，闲杂人等一律不得入内。我不是闲杂人等，我是……是啊，我跟迟墨是什么关系？说我是他另一重人格的女朋友，这两尊门生未必会相信。情况紧急，实在不行就硬闯。我也没有足够的战斗值啊。二位大哥，是这样的，我跟迟总的关系有点复杂，但是我今天必须要见到他，不好意思了。哎，宋总助，你来的正好，你快跟二位解释一下，我要进去见迟墨。对不起，迟墨刚度过危险期，现在需要静养，你稍后再来吧。不是，他莫名其妙遭遇车祸，我担心中间有什么计划。好姐，你还是请回吧。大哥，我这不也是没事儿干吗？是他。我宝弟怎么样了？病人身体其他部位啊没有太大损伤，但是他的头部啊经过猛烈撞击，造成当场昏迷。如果他能清醒过来，还没什么大碍。不过，就是清醒过来以后，可能会留下后遗症。刘劳你了。没事，这是我们应该的。没想到你命这么大。不过没事，你放心睡，想睡多久就睡多久。公司里边的事我会替你打理好的，就连姨妈我也会替你好好照顾的。谁想这么多年来，你跟姨父都这么照顾我呢？宋总助，迟墨到底现在什么情况啊？他这一倒下，外面议论纷纷的，我们集团内部也是人心惶惶的呀。昨天刚出的车祸，今天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都说什么迟氏的管理层要重组，我们迟氏集团已经经不起这样的风风雨雨，为今之计只有维持安稳。对，是啊，对。各位放心，迟总已经脱离了危险。这段时间，迟氏的各种业务就有了各位来指导了。宋总助，我看呀，迟总不在这段时间，就由你来代为执行总裁职务吧。没错，对，好主意，是啊，是这个好。我的2次绑架都在迟墨别墅的附近。刀疤知道迟墨的计划调虎离山，所以会是宋总助，还是金秘书？哎，我就说吧，咱家聪明只要是摊上了迟墨的事儿，智商分分钟上线呢。不行，不管是谁，
迟墨现在都很危险。实在不行，我们就到医院去抢人。喂，我刚刚夸过你好不好？这智商怎么又掉线了呢？抢人和绑架有什么区别？那你告诉我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嘛？哎，聪明，你别着急啊，我这就帮你打听打听去啊。哦喂，现在迟墨那边情况怎么样啊？哦。啊？好，行，我知道了。那先这样，我先挂了啊。怎么样？怎么样？迟墨那边情况现在不太妙。啊？现在呢，有一个好消息，有一个坏消息。这好消息呢，就是迟墨已经脱险了，但还在昏迷之中。这坏消息呢，就是他让宋总助送到别墅去疗养了，而且现在公司已经让宋总助暂时代理。宋总助，你听谁说的？消息靠谱吗？宝珠啊，这我在北京又没有别的熟人，我就跟宝珠稍微熟一点。哟，宝珠，叫这么亲切？哎，你们俩什么时候在一块？关你什么事？资料在这儿。谢谢。竟然是宋总助。宋总助，金秘书，怎么慌慌张张的？有什么事需要帮你的吗？啊，没什么，我来公司处理点事儿。迟总还没醒，最近公司的事情还得麻烦宋总助您了。我一定会全力配合您的。有劳了。不会。我决定了，不能把迟墨一个人留在别墅。现在敌在暗，我在明，幕后的神秘人又是他身边的亲信。现在迟墨就是砧板上的鱼肉，到嘴的烤鸭，实在是太危险了。哟，你这说的我都饿了。虽然小小的灵魂已经不在了，但是我一定会好好保护好他的身体。哟，还守护什么身体？喜欢迟墨就直说，口是心非。对了，聪明，我跟你一块儿去。我力气大，这万一要出点什么状况的话，我来断后。喂，你们两个真的是世间罕见的两朵奇葩。哎，你们觉得这事儿警察叔叔能不管？再说了，这迟墨要是醒了还好，可他要是没醒呢，你们两个还不得被那幕后的黑衣人给整死？唐花啊，你就不要跟我一起去了，万一出了什么意外，我爸也没法跟你爸交代。我爸一直跟我强调，你是家里3代单传，所以你就不要跟我一起冒险了。哎，没事儿，聪明，就是别跟我这么客气了。要是做不成夫妻，咱们不是可以做朋友吗？楼下准备了宵夜，这边应该没什么事儿了，你去吃点吧。
迟梦，你放心，我这就救你出去。好聪明，怎么总是在关键时刻掉链子？保持一贯的率真，好不好？迟梦怎么那么重？迟梦，你醒了？你是谁啊？你怎么在我家？我想起来了，你是那个碰瓷儿的拜金女。不是，迟梦，你不记得我了？我告诉你，我不论你有什么企图，马上离开我家，要不然我就……你现在处境很危险，小声一点，别被外面人听到。不要再说话。韩老师，你掩护我，我呢冲进去把村民给救出来。哎，大哥，你警匪片看多了，咱这属于夜闯私宅，你干坏事低调点行不行啊？我给村民打个电话，先看看情况。万一他已经陷进去了，我们赶紧回去想办法捞人，争取他宽大处理。哎。郝宗炳，你个二货，单枪匹马的就敢夜闯私宅，你不要命了？现在什么情况？赶紧回答我就快得手了，只是……这边已经没有什么事儿了，交给我吧，你先下去吧。快！小心！什么？你醒了？这个拜金女，离我远点！你敢用电击棒袭击我，我给你1分钟的时间，马上帮我把绳子解开，否则出了什么事儿，后果自负。我告诉你，我是池氏集团的总裁，我的时间很宝贵，你知不知道我1分钟值多少钱？从现在开始算起，倾家荡产你也赔不起。你怎么知道我说什么？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咱们俩是一伙的，你现在很危险。行了，不想听你在这狡辩。不是，我们2个之间还是有很多美好回忆的。你想一下那个，我给你做蛋糕的事儿，我们一起斗过绑匪，我们还去山上看过星星呢，想起来没有？你看，我说吧，他失忆了。石墨。你想知道真相吗？我告诉你，事情是这样子的。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吗？你是说你叫郝聪明？我因为戴我们家的陨石戒指，所以人格分裂了，分裂出来另外一个人叫宋小小，他是你的男朋友，你们非常相爱，你们还订婚了。我因为嫉妒他，拿陨石戒指去消磁，就等于说我杀了你的男朋友。现在我身临险境，而且还是身边的亲信所为，你现在不计前嫌的来帮助我，我明白了。是不是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有病吧？
不是我有病，是你有病。哎，不是，是你有病，不信你问他们。你说什么？迟墨被人带走了？监控里是2男1女。涛，要把他找回来吗？不必，你把监控留着当证据。万一我表弟有什么3长2短的话，这帮劫匪可就造了大孽了。迟墨，我明天就带你去见赵医生，让他帮你恢复记忆。迟墨，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我才发现，我一直在抗拒对你的感情。如果不是你变成这样，我真的，我还不知道，其实我是爱你的。对，一开始你处处针对我，我真的很讨厌你。但是相处久了之后，我发现，其实你这个人也挺可爱的。也许我们俩不是一见钟情，但却是日久生情。迟墨，我一定会找到办法让你恢复记忆的。早点让真凶伏法，你也可以早点脱离危险。这什么呀？你到底想干嘛？迟墨，你是车祸之后失忆的，所以我觉得要让你恢复记忆，必须重现车祸现场，可以刺激你的大脑皮层。我拜托你赶紧把它关了，行吗？你现在是赤裸裸对我的精神伤害，你知道吗？大声，大声，大声！哎，我求你快点关上吧，快受不了了。好像没什么用啊。好吧，没关系，我还有第2套方案。迟墨，我认真研究了上百部经典韩剧，男主失忆后恢复记忆大多靠重击，所以我现在要用这个烟灰缸猛烈的拍击你的头部，希望可以恢复记忆。我来了。郝祖明，你个二货，给我停下！你恢复记忆了？迟墨，你恢复记忆了？我是被你吓的。
这是宋三水的交易记录。迟暮父亲的死和爸爸有关。迟暮，我记得你晕血，希望你见血之后可以恢复记忆。郝聪明，你到底想干嘛呀？聪明，你先把刀放下行吗？喂，你把刀放下！我实在是下不去手，倒不是因为怕疼，主要怕留疤。不过迟暮，为了你，豁出去了。喂，拜金女，你没事吧？拜金女，就你这个智商，真不知道你怎么活到这么大的。你回来了？怎么，我回来了你不高兴啊？没有，我正要报警呢。报警？警察管得了神经病吗？哦，对了，你去给我查一下那个叫郝聪明的女人。我记得她之前假装撞车碰瓷儿来着。她说她认识我，还说……算了，你先去查吧。病人身体其他部位啊没有太大损伤，但是他的头部啊经过猛烈撞击，造成当场昏迷。如果他能清醒过来，还没什么大碍。不过，就是清醒过来以后，可能会留下后遗症。你真的不记得郝聪明了？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他是美克拉美的员工，跟我们还有合作。石总，我看你刚从车祸中醒来，脑子可能不太记事儿，要不然先睡吧。给我看紧点儿。为什么要收拾我的东西？我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为什么就要让我交接工作？这是迟总的吩咐，您的工作将由美克拉美其他员工来完成。从今天开始，你跟我们迟氏的合作就结束了。迟总的吩咐。迟暮他现在身体怎么样？他恢复健康了吗？我要见迟暮，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他说。宋总助，对不起，你不能进去。不行，今天我一定要进去。韩小姐，你不要逼我。宋总助，你不要逼我。郝小姐是吧？事到如今，你还有脸待在迟氏？我告诉你，识相的，拿着你那些东西赶紧给我走。其实是这样子的，我今天来呢，就是想跟迟总握个手，道个别。等一下，这什么东西啊？情书？还是什么宾馆的房间号啊？郝小姐，你这种姿色，我还是真的难以下手。我果然没看错啊！看来你还真是一个花痴妄想的疯女。郝小姐，我再告诉你最后一次，想上位，也要打量一下自己的身价。跟他走。不用拉我，我自己会走。迟梦，既然你什么都不记得了，我也没有什么好留恋的。再见。
迟墨，宋总柱是坏人啊！怎么样才能让你相信呢？你快点恢复记忆吧，一定要捉住真凶啊！当然，你要是能顺带想起我的话，那就更好不过了。我该怎么办呢？没想到迟墨父亲的死，竟然跟爸爸有关。我这些年到底做了些什么？我终于明白，迟墨他怎么对我都不过分。这些罪证我必须要交给他。可是我把罪证交给了他，我爸爸又该怎么办呢？爸爸年纪都这么大了，我不想看到他有事。不知道迟墨现在怎么样了？难道他真的不记得我跟他之间的事儿了吗？我们一起发生过那么多的事儿，到头来他竟然什么都忘了。哎，聪明，聪明，是。小主最近茶饭不思的，失恋了你找我韩毅啊？我可是恋爱专家，什么样的事解决不了？韩毅，你说。迟墨他真的把我忘了吗？我总觉得他有什么事儿瞒着我。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人脑子有病，一会儿迟墨，一会儿宋小小。我是不是早就跟你提过，跟他恋爱有风险，投入感情需谨慎？你就是不听。韩毅，我真的觉得我好失败啊！小小消失了，迟墨也失忆了。我怎么验证这个关系啊？人家谈个恋爱，好歹有个名分，我连失恋的资格都没有。我认识的那个有点二，有点傻，屡战屡败，但又屡败屡战的那个傻姑娘去哪儿了？啊，你要振作起来。老板，对不起，之前我在保险柜发现的那个资料没有亲手交给您，而是相信了宋总助，导致资料缺失了关键的一页。我有负您的重托，请您责罚。金秘书，其实你也不用自责，只能说他藏得太深了，连我都给骗了。做错事情不怕，怕的是无法弥补。我一定会将功赎罪的。先把你的调查报告给我看一下。宋三水这3年来侵吞公款、暗中敛财、拉拢人心，实力实在不容小觑。而且在您车祸以后，他就掌握公司大权，背地里拉拢股东，还偷偷的收购公司股份。人心不足蛇吞象啊！既然他想收购公司的股份，从而坐上池氏掌门人的宝座，那咱们就想个办法，让他怎么吞进去的，再让他怎么吐出来。哎，宋总助，最近真是辛苦金秘书了。这段时间公司的事儿比较忙，我看金秘书憔悴了不少嘛。宋总助您还不是一样？不过好在老板已经痊愈了，又可以重新管理池氏，这对你我来说是一件好事啊。是啊，只是我看他好像不记得那个叫郝聪明的女孩了。医生之前说过，她的头部受到了撞击，可能会有后遗症。我看是不是还要检查一下？老板已经复查过了，一切正常。那就奇怪了，他跟那个叫郝聪明的女孩在这儿住了这么久，怎么可能说忘就忘了呢？之前老板确实压力挺大，也看过心理医生，不过因为车祸好像已经完全康复了。你说这会不会是因祸得福呢？我看不记得倒是一件好事呢。是啊，石墨之前双重人格那病，莫非车祸后把这段时间发生过的事儿都给忘了？宋总助，您在想什么呢？这么入神，是不是最近太辛苦了？没事。不好意思。不是已经谈好了股份的事情吗？被人捷足先登了。好，我明白了。
这件事情我来处理，无论如何一定要拿下股份。宋总助，我这里还有事情要忙，我先走了。宋主啊，你自己应该很清楚，你自己的资历呢，以及手上的股权，现在基本上没有当总裁的资格。就算我们正式支持你，那也不够。你对自己的这些要求呢，我看啊，应该是从长计议。是，您说的我都知道。但是前段时间我听说有人暗中收购大量的股权，如果这批股权能到我手里的话，再加上郑总您的鼎力相助，那么我相信池氏也该改名换姓了。你的意思是想收购这些股权？是的，我联系到了收购股权的人，他也答应把股权转让给我，只不过需要一大笔钱。这一次我赌上了我的全部身家和性命，跟他订了转让合同。这样一来，我跟池墨的股份就差不多持平了。到时候再加上郑总您跟其他股东的支持的话，我可以支持你，但事成之后我要分割池氏的股份。如果没有回报的话，我是不会投资的。哦，忘了说了，我那个表弟一直追查我姨父的车祸真相。如果这股脏水泼在您的身上，他应该不会放过您吧？你，所以说，我们两个互相彼此合作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我身边人敢先养了一只狼，给我滚出去！哦，对了，郑总，其实啊，我没别的意思，您可以放心。只不过你可千万别把我逼急了。咱们到时候股东大会上见。关于现任总裁的健康状况，近期流言纷纷，让池氏集团再现舆论中心。而且我们几大股东对于现任总裁一连串的失误感到十分失望，所以根据公司章程，我们决定重新票选公司总裁。各位，我有几句话要说。我们的总裁一直没有出现，最近时期的工作都是由我们宋总助在执行代理总裁的职务。我个人非常看好他，所以我提议由宋总助来出任我们新任总裁。啊，其实啊，表弟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我资历太浅。哎，宋总助，你就不必谦虚了。总之，我们几位大股东都是支持你的。对，那么新任的总裁是要经过票选的，那咱们就按照老规矩，以股权的份额决定票数。我先来投吧，我这一票投给宋总助。我第二票也投给宋总助。只要郑家再投我一票，其他那些小股东的票数加起来也不会超过我。看来今天董事长的位置非我莫属。有件事情我得打断大家一下，因为宋总助的股份不足，所以他没有资格参与董事长的票选。这不可能！我刚刚收购了池氏7%的股份。你自己看看。那些股份无效。怎么回事？这不对啊！喂，不是已经谈好了股份的事情吗？被人捷足先登了。好，我明白了，这件事情我来处理，无论如何一定要拿下股份。既然这样，那今天选举新任总裁的提案呢，
就取消了啊。郑老板，宋总主，有什么话不妨直接说吧。我现在有事，得赶快正式公司。行，郑总，咱俩可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你得帮我。对不起，我爱慕你。郑总，莫非您是贵人多忘事？你可别忘了，在我手里可还掌握着那些见不得人的资料呢。刀疤死了，公文包也下落不明，就凭你手上资料，还有什么能要挟我呀？如果我是宋祖柱的话，我不会纠缠这些，我会想好好怎么回去逃命。难道你真的想下半辈子在这监狱里度过吗？这是什么？你看看吧。对，这是我爸爸收集所有宋三水的犯罪证据，但有了这些证据，一定将他绳之于法。我不是很能理解，为什么你现在把这份资料交给我？我想帮你。对，这件事情是我爸爸不对，但他只是串通你表哥盗取商业机密，并没有要害死你父亲的意思。所以我希望你答应我一个要求，我希望事成之后，你不要追究我爸爸的责任。这个你放心，我一定会答应你。宝珠，之前我对你的态度，谢谢了。妈，这些资料我已经交给警察了，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我一直把他当成自己亲生的孩子来看待。这些年，我从来没有亏待过他。妈，真没想到，他竟会做出这样的事。不好了，老板，证据已经交给警方了，只不过我们晚到了一步，宋总柱那边已经人去楼空了。看来表哥早就料到了。老板已经查清楚了，宋总柱逃走当天，有人看到他和郑总在门口发生了争执，我想应该是郑总透露了消息。他做贼心虚，现在表哥逃了也正合他意，他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哦，对了，金秘书，这段时间真的是辛苦你了。等这件事儿处理完之后，公司运转恢复了正常，我给你放个长假，到时候你也出去玩一玩，放松放松。谢谢老板。哦，对了，金秘书，老板还有什么事儿吗？您是不是想问池氏和美克拉美的合作进度？对，最近我事情太多了，所以也没太关注这件事儿。我昨天已经去过美克拉美了，在设计部碰见了郝小姐。听说她最近化悲痛为力量，设计出了2款非常受欢迎的新品，叫惹火和纯情，而且定在11月11号上市。她最近应该都在忙发布会，会很忙的。是吗？看来这个女人没有我也活得很好了，这都开上发布会了。池总，郝小姐，
我有事要跟你谈谈。既然池总已经不认识我了，还有什么好说的？虽然说不认识，但是郝小姐相信一见钟情吗？自从上次咱们分开，我发现我的生活中到处都是你的影子。我看电影的时候，你就是电影中的女主角；我买画的时候，你就是画中的小公主；我吃饭的时候，我会惦记着你，甚至我做梦的时候，我都会。你根本就在骗我，你根本就没有失忆，对不对？池墨，我告诉你，我不是你的盘中菜，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不是可以随便让你耍着玩的。聪明，你听我解释啊！不用解释了，我不想听。我是有苦衷的。对不起，是我不对。但是我现在已经无条件投降了，你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我们重新开始。我已经做好准备了，权力减半，义务加倍，好不好？给我一次机会好吗？你想一想，其实我也挺难的。这已经是我第3次爱上你了。第1次和你撞车的池总，你不要吵了。第2次和你一见钟情的宋小小，这是第3次。你看看我，我是全新的池墨，我不是以前的我了。你给我一次机会，我特别想做你最爱的人和你最不想离开的人。聪明，给我一次机会好吗？聪明，对不起，我也失忆了。你刚说的那些什么，我根本就不记得。我拜托你不要在路上随便找一个人就告白，这样会显得自己很像神经病。聪明，你也别难过了，男人嘛都一样，不喜欢你的时候吧，你吃饭都觉得你在吃屎；喜欢你的时候吧，吃屎都觉得你可爱。我觉得你应该再给他次机会。哎，咱这吃饭呢，能不能不说这么恶心的事儿？漫漫人生路，总会错几步。我就当是我眼瞎碰到渣男了，希望他再也不要来找我，我也再也不要看到他了。我觉得你严重了吧？池墨是情非得已才骗了你，还是应该再给他次机会，让他试试。满口大道理，我看你啊，就是空有一身泡妞的本事，可惜自己却没有妞。哼，哎，我这订了好几个套餐，都要离开北京了，你可是一个都没有给我完成啊！什么？你要离开北京？这不离得太久了吗？我有点想回去了。不是你，谁啊？唐花，你要离开北京，怎么没跟我说呢？你们又没有问过我。郝聪明，我来是想告诉你，池墨失忆是为了想保护你，你不用谢我。另外，我想征用一下你的未婚夫。哎，干嘛？这半天换着都是东西，干嘛呢？干嘛呀？你就这样回老家了？你不是答应你爸带一个媳妇儿回家吗？是这么说，可是现在聪明都要跟池墨结婚了，可不就只能一个人回家了？你真是个木头脑袋！难道全天下就郝聪明一个女人啦？长得比她好看、学历高、对你好的女人就站在你面前，你没看见吗？可是我爸说过，就聪明的八字是最旺我的。你一个大男人喜欢谁自己做不了主，还整天把爸挂在嘴边，你有没有出息啊？你凭什么说我爸呀？再说了，喜欢谁是我自己的事儿。真是个木头脑袋！开车。哎，宝叔，你听我说，宝叔，你听我说，我觉得其实咱俩也可以，就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宝叔，宝叔，宝叔，等等！哎，师傅，你慢点。你怎么把车开那么快啊？小姐，不是您让我开的吗？停车！小姐，这里停不了车，太危险了。气死我了！怎么今天一个个都跟我作对，开个车都没个眼力劲儿。这个谈话真是个木头脑袋。
这看来以后追女人，不仅得拳头功夫好，这腿脚功夫也得跟上。算了，去追上人家，人家也看不上了。哎，聪明啊！我刚刚听说了一个重大八卦。什么八卦？我们美克拉美呀，给池总设计了一枚独一无二的结婚钻戒。哎，池总将在今天下午的发布会上，把它送给未来的夫人呢。你跟池总现在是什么关系啊？该不会这个戒指是送给你的吧？你想多了，我跟池墨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口是心非了吧？电话来了，还不赶快接？有些事情我想先想清楚，你先让我自己一个人静一静吧。一想到下午即将目睹一场霸道总裁的求婚戏码，想想都觉得好激动啊！美玲，我去个洗手间啊。愿有情人可以终成眷属。惊喜！什么惊喜啊！不要给我惊吓！你说这个池墨，怎么样？老板，戒指拿到了。那好，咱们现在出发，免得聪明等急了。好。喂，你好。你听着，郝聪明现在在我手里，你要不要听听他的声音？聪明，聪明，你什么意思？你已经逼得我没有活路了，你马上撤诉，并且给我一笔钱。谈判的地点已经发到了你的手机上，记住，如果你报警的话，我将会让你一辈子后悔。喂，喂，喂！老板，总三水。聪明，聪明，你要的我都给你，你赶紧给我放了聪明！我当然可以放了他，但是池墨，我要你拿你的命换他的命，怎么样？这买卖你做不做？你就这么恨我？当然恨你！我没有理由不恨你。这些年以来，我一直跟在你身后，鞍前马后。池氏能有今天，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可你呢，是把我当一个下人看待，呼来唤去。我也是姨妈的亲人，但凭什么你池墨出生就含着金汤勺，而我宋三水就活该被你使唤？表哥，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下人过。别叫我表哥！这么多年来，你叫过我几次表哥？你真的把我当表哥吗？池墨，我告诉你，今天一切都结束了。这些年你欠我的，我今天全部拿回来。既然你决定换郝聪明，把自己铐上，乖乖走过来。好，只要你放了聪明，让我怎么样都可以。但是我有一件事情不明白，你恨的是我，你为什么要害爸啊？
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你挪用公司500万公款，出卖集团的机密，我没想到这些年我供你吃，供你喝，供出了个白眼狼。你现在马上过来，给我一个解释，否则别怪我不念亲情，马上报警。原来你竟然为了赌债出卖公司，但是表哥，爸爸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你，真没想到你竟然能干出这种事，恩将仇报。够了，我没这么有耐心，快点。我希望你能遵守你的诺言，放我走。我怎么可能把我唯一保命的筹码放在我自己身边呢？我早就让手下把它藏起来了。万一我有什么损失，我的手下立马撕票，人质在手才万无一失嘛。那刚才屋里的声音是？声音吗？是假的。你设计套走了我所有的积蓄，你以为我会放过你吗？给我去死吧！老大，怎么样了？我想弄死他，没想到他不是省油的灯。老大，我刚才发现附近好像有异常，咱不会被人给盯上了吧？不用怕，有人质在，没事。不过对付赤木这种人，你多留个心眼儿。赶紧联系车，聪明在，慢慢弄死他。跟我斗。老大，我帮你联系过了，车子马上就来。走，走，走。上，快，走！大哥人呢？不是说马上就到吗？我也不知道，等等看吧。哎，车哪叫的？怎么往城里开？哎，走错了吧？老大，咱们好像上错车了。什么？不许动！什么人？我们打劫。哎呦喂，这还一小姑娘呢！你们也不是什么好人啊！都给我老实点，把钱给我拿出来！哎呀妈，你这也太自觉了吧？都我有点不好意思。哎，我们这年头工作也不好做。这位大哥，想不到你们也有每天的营业额啊！我们也是为了完成工作嘛。钱已经给你们了，把我们放了吧。这个声音好熟悉，把手给我铐起来！韩毅，你是猴子派来的逗逼吗？你到底又在干嘛呀？聪明，我说这真是天意啊！
我正复命行事呢，没想到阴差阳错碰见了你。你奉谁的命？这是宋小小临走之前在我这儿的最后一个订单。那我就在你这儿订一个高价订单，订单的内容就是，如果我走了以后聪明有危险，你必须帮我保护他。想不到小小在临走之前还想着我。是迟墨。这次迟大爷好像发飙了，我们得赶紧表明身份，不然可能会受到人身危险。迟墨，聪明。说是给我一个大惊喜，根本就是一个大惊吓。迟墨，我自从遇见了你，我有一半的时间都在遇上麻烦，还有一半的时间就是在处理。